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7月20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23篇，耶利米书第10章第1节到16节，路加福音18章35节到43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心意。基督徒必须爱学习，听见上帝的声。不但是听到，更较需要去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因为就算是讲上帝的仆人啊，上帝所呼召的人啊，也无一定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摩西是安尼，彼得嘛是安尼，称作扫罗的保罗嘛是安尼，侪犹太人，这是经学士以及法利赛人，所以耶稣基督以及圣经常常有提到讲有耳通听就听。耶稣是毋是讲恁有耳却听袂着？因为无明白，甚至真有可能无明白上帝的心意。用那是安尼，以利亚嘛捌伫困境的中间来求死，耶利米嘛亲像摩西同款质问上帝。伫耶利米书12章第1节到13节提到着耶利米的情形。上主，我甲你争辩的时阵，答辩拢你赢。毋过，我还是要甲你理论关系公义的代志，是安怎歹人拢事事顺利，做人奸鬼的哪会享受荣华？你甲因栽种，因就定根大长结实。因常常攻击你，毋过心内无你。上主啊，你捌我，了解我，试验我对你的忠诚。求你甲遐个歹人拖出来，亲像伫求要杀的样，甲因关起来，关到要杀的迄日。这个地空旱，田野的青草全部打去，要到治时。因为这个地的住民最歹，鸟甲精生死了了。毋过因讲，上主无得管咱的结局。上主讲，你甲人行路比赛拢会赢，哪会走赢战马？你伫安全旷野、旷阔的所在，才会感觉安稳。若伫约旦河边的树林，你要安怎？连你的兄弟、你的亲戚拢会出卖你，伫你的后面大声攻击你，因就是对你讲好听话。你嘛毋通信任因。我放杀一切的家，放杀我的产业，将我心爱的子民交伫你的对着的手头。我的子民对我讲，亲像树林内的屎，大声攻击我，所以我怨恨因。我的子民对我来讲，亲像有斑点的鹰。真侪只鹰伫周围攻击我，着调集田野的野兽做伙来吞食伊。列国的统治者毁灭我栽培的子民，吞食我的田园，互我肥水的田园变成做耙园的荒埔。因伫破坏土地，互土地耙园甲对我害口，全地耙园，毋过无人关心。毁灭者来到伫旷野，
光骨的山轮啊，上主的刀要飞要大地，对这边到迄边无一个安全，因正马啊修成气魄，因劳苦正做，毋过无有修成。因的修成，互因大大的失望，因为我上主对因大发受气。安尼会通来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阵，就会通知上帝是为着世间人来担忧，而且是无计成本代价施恩予需要的人。耶稣基督搁在伫这个传福音的时阵，来中间来医治真济需要帮助的人、破病的人，赦免着济济有罪的人。但是耶稣基督甲济人做伙的时阵，就有真济人质疑伊，因为因无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。上帝的心意，路加福音的经文甲咱讲，18章35节到43节，耶稣特别到伫耶利哥的时阵，有一个青梅在路边伫讨物件。伊听到群众对遐经过，就问讲什么人、什么代志。因甲伊讲，拿撒勒人耶稣要对遮经过，伊就大声喊：大必的子孙啊，耶稣，怜悯我！伫头前的人甲伊责备，叫伊点点，毋过伊愈大声喊：大必的子，怜悯我！耶稣就停脚，叫人带伊来。伊活来的时，耶稣问伊讲：你爱我甲你做甚物？伊讲：主啊，我爱要看见。耶稣甲伊讲：好，互你搁看见，你的信心，互你得到医好。伊随时就搁会看见，就对耶稣归因更互上帝。众人看到这个代志，拢称赞上主。上帝有济济的作为，咱并无一定拢会通接受、认同。但是，一旦咱明白着上帝的心意，咱就会通知，并且接受伊的作为。诗篇23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半项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到伫清净的水边。伊互我新的气力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正直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，你的棍、你的拐，互我安稳自在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为着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款待我做贵宾。听我的杯到满出来，你的恩典慈爱一定一世人甲我作伴。我要永远伫上主你的厝。恳求主帮助阮谦卑家己，静静听上帝的旨意，求明白你的旨意，毋通互阮的心骄傲，袂记你家己，袂记即上帝，无愿意明白你的心意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